底下面过。那大家都知道7、8月份的时候呢，香港会刮台风，新加坡比较好，地理位置的关系，你们没有台风的。我们公司有提供这个service，帮你们订传统的圆满的老婆饼，40块钱一盒，里面有6片。这个是香港目前蛮出名有一个手信。Party people with MP4. I'm the king of Kowloon.我係九龍皇帝，九龍新界我睇晒。今日我出巡嚟俾你哋朝拜。你咪睇我樣衰好似污糟邋遢，我寫得一手好字，政府都冇我辦法。我唔講你唔知，我有10幾個皇宮，由荃灣天橋底一直殺到落去尖東。我有田有地又有大把金銀珠寶，多到穿梭機2架都買得到。皇上奴才韋小寶有事稟報，對面海有班鬼佬喺度鬼晒咁嘈，佢哋離晒譜，放飛機放到嚟呢度，聲大夾惡，錯住條氣你瞓得唔好。咪嘈，全世界都係話你老土，咁夠姜走嚟我嘅環頭4圍蒲，以為揸住咁嘅爛鬼飛機我睇你唔到。Shut up！ 你唔好喺度發噏風。我都唔認得晒，依家嘅蘭桂坊係咪搬咗去新界？以前呢度揼骨，點解變咗71？我老懵懂走入去買支甜筒，我抄下個褲袋，揞咗搭音獅子。喂，阿伯，牛頭馬面都唔用呢啲銀紙，你扮又有錢，唔該你蝦啲，搞考真冇幫襯，仲要成身嘈波波。我嬲地落咗深水埗，嚟到用得遲，佢哋開緊 big party，我想話沖涼，佢問我係咪踩場，呢個死肥佬心口紋咗個鬼佬，蕭貴子叭叭聲過嚟話俾朕知，嗰件大番薯係咪叫做 MCG？ 老豆佢哋噴到5顏6色，遮晒我啲字，我攞支嗱嗱寶，以為真係咁好，